办什么活动？停这么多车啊！关田国小这边，哦，到底办什么活动？怎么会停这么多的车子啊？还有接驳道车搭船的位置。哦，到底是在办什么活动？怎么会停这么多的车子啊？有多，这只有多。要无新条鱼啦？要去新年啦？新条鱼去啊？有多呢？有啦。哦，我睇，这是个什么活动来停这地车啦？到底是什么活动？怎么会停这么多的车啊？